咁啲堆積如山嘅垃圾，對喺術數嘅角度嚟講，好唔好咧？咁嗱，從一個風水嘅角度啦，第一個最重要嘅係乜嘢咧？係你間屋嘅門口唔好堆垃圾。喺北京啊，嗰啲門咧係分好多級數嘅等級嘅，其中一個比較高級嘅所謂，即係你有社會地位嘅，起嗰個咧就叫做光亮大門。咩叫做光亮大門啊？大家用個字你都應該解到㗎，即係個門口咧好光嘅，第二好乾淨嘅。嗱，咁我哋今日見到咧，大家唔好笑喎，甚至有啲高級住宅咧，門口嗰度係擺咩啊？擺咗20對臭鞋，擺架單車，擺好多垃圾喺度嘅喎。嗱，古人就話財不入污門啊，所以如果你要屋企進財咧，呢啲嘢咧就應該要清理啦。咁好簡單嘅啫。今日好多所謂嘅收納箱、收納嘅節目，教你點樣去將處理咗呢啲入門要除鞋嗰啲鞋咁啊，擺個鞋櫃啊，擺啲乜嘢嘢啊，就可以處理到噶啦。嗱，咁呢啲咧都係第一個垃圾一定要清嘅第一個原因。